喂，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我 Derek。咁如果有睇上集嘅朋友仔啦，應該會對迴旋處有基本嘅認識啦，同埋知道點樣去揀一條合適嘅 link。咁而今集啦，我哋會講迴旋處啦，點樣去判斷入去嘅 timing 啦，同埋記得睇到最尾，你會講多啲關於考試常犯嘅錯誤啦。咁因為如果我哋越清楚個錯誤點樣去發生，咁我哋到陣時考試嘅同學仔都可以越容易去避開，或者越容易去留意得到。咁學 roundabout，我相信最大嘅挑戰啦，對於同學仔嚟講就係究竟幾時可以入個迴旋處啊，或者點樣為之一個好嘅 timing 呢？咁如果個 roundabout 係冇車嘅，咁相對梗係容易啦。咁就好似上一集咁，揀啱條線就可以入噶啦。咁但係如果比較繁忙嘅路點算好呢？你可以考慮用以下嘅方法去幫助自己去判斷。但係啦，你要謹記，單靠一個資訊呢，其實有陣時就未必可以作出到一個安全嘅判斷嘅。咁所以係要集合唔同嘅因素，我哋先可以決定出定係唔出嘅。第一啦，就係睇個距離。如果對方嘅車仲喺 roundabout 嘅對面，例如12點鐘或者1點鐘方向嘅，即係距離你比較遠嘅時候，通常我哋都有足夠嘅時間去入去，而且唔會影響到對方。因為你諗下，我哋大家都係我喺6點，佢喺12點，其實大家一齊起步嘅話，照道理佢應該係追唔到我哋嘅。咁第二啦，就係判斷對方會唔會離開個 roundabout。我哋最重要嘅唔係睇架車而家喺邊，而係佢下一步會離開 roundabout 啊，定係會繼續兜過嚟呢？例如，如果對方喺你前一個出口離開，咁你通常都可以入去嘅。但係如果佢係沿住 roundabout 最後繞過你嗰邊，咁你就應該要繼續等啦。通常呢，我哋有啲咩方法去幫到我哋呢？就係利用3個資訊去判斷。第一就係佢有冇打燈啦，第二佢個 position 而家喺邊啦，第三就係個車速，而唔係淨係單靠其中一樣。例如我以打燈為例啊，因為好多人其實都唔打燈嘅，係咪？咁打燈方面啦，打左燈就通常代表架車準備離開個 roundabout，打右燈嘅話就代表架車會繼續兜個 roundabout 行過嚟。不過燈我哋通常只能作參考嘅啫，因為係完全唔可信嘅。如果大家有一定嘅駕駛經驗嘅話，咁第二啦就係個車身位置啦，個 position。除咗睇個燈之外，我哋要留意下個車身位置，佢而家處於喺邊一度。咁如果佢係處於迴旋處嘅內圈，即係代表佢應該好大機會係繼續兜過嚟嘅。如果佢貼住迴旋處嘅外圈，好大機會佢有機會準備離開。咁第三啦就係個車速。大部分司機咧都會有一個習慣，就係當佢兜住個 roundabout 嘅時候，佢應該會保持一定嘅速度，唔會點樣去加速，啱啱？因為畢竟係轉緊彎噶嘛。咁但係當佢離開嘅時候，咁你諗下佢會究竟係加速定係保持同一個速度？咁應該係會準備加速離開噶啦。咁如果對方冇打燈又點算呢？相信大家都遇到過嘅。其實英國好多司機佢哋係完全唔打燈，或者打咗右燈之後就一路都唔熄嘅。咁直至到佢哋離開啦。結果你會以為咧佢一路兜過嚟，一路兜過嚟，所以一直等。點知佢突然離開咗。其實呢個情況咧係好常見嘅，亦都令人幾沮喪，因為呢一個係唔係一個法例。咁即使佢哋冇做，其實佢哋都冇犯法嘅。只不過幫唔幫到其他道路使用者？如果我哋做咗呢一樣嘢，我哋就會幫到其他道路使用者咯。不過無論原因係點啦，但現實就係好多司機啦都唔會正確使用呢個打唔打燈嘅，所以我哋更加要靠埋其他嘅因素去配合，然後去得出一個結果，就係出定唔出。所以我哋要配合埋個車身位置啦、車速啦、個行車方向啦去判斷。所以唔好淨係靠單一嘅資訊。你要記住，如果真係唔肯定嘅，咁唯有繼續等嘅啫。因為如果你都睇唔明究竟佢係過緊嚟啊，定係佢準備離開，有陣時個考官其實同一樣嘅，因為嗰架車俾到嘅資訊唔多，我哋都無法判斷究竟出定唔出。你要謹記就係考官通常都會理解點解你會繼續等嘅，即係點解你出唔到去，佢會理解嘅。所以唔好因為我 miss 咗一個好細好細嘅 gap 而開始好心煩，即係好氣餒。哎死啦，等咗好耐，等咗好耐。咁唔使太擔心嘅，考官係唔會因為 miss 咗一個細嘅 gap 而 fail 你嘅。咁事不宜遲，即刻去俾一啲實戰大家睇睇。咁我哋一陣去迴旋處第3個出口，咁就喺右手邊嘅。咁我哋一齊睇下究竟點樣去判斷啦。咁啦，你會見到紅色車其實已經減咗速。咁佢減速嘅原因係啲咩呢？因為大概12點鐘或者1點鐘方向應該係有架車嚟緊。咁我哋見到佢減速嗰一刻，我哋就把握咗個機會駛出去啦。今次我哋去迴旋處第2個出口喺12點鐘方向，咁我哋提早望下個迴旋處，咁我哋見到一個白色車啦，但係第一佢個位置係完全唔貼個迴旋處，第二個佢速度亦都冇諗住收慢，而佢亦都冇打右燈，所以過嚟右邊嘅機會率係相對低。咁今次啦，我哋去迴旋處第3個出口嘅。咁今次啦，車身啦好直，佢完全唔似轉彎，而且另外啦，佢都冇打右燈。貨車車身比較長，幫我擋住右手邊3點鐘嚟嘅車，所以過嚟嘅機會率十分之低。
今次我哋去迴旋處第一個出口喺左手邊嘅，咁我哋望到啦，右邊有車嚟緊啦。首先就係白色車啦，佢打右燈，所以我唔夠膽出嘅。而銀色車佢冇打燈喎，咁我假設佢係直去，咁所以我都唔會輕舉妄動住嘅。而家呢個就係一個好嘅機會去啦，因為白色車停咗喺度啦，因為1點鐘啱啱有架黑色車嚟緊，同埋佢個距離比較遠，所以如果我哋去嘅話，佢都應該追我哋唔到。咁今次我哋去迴旋處右邊第3個出口嘅，咁我哋呢個迴旋處就相對繁忙啦。黃色嘅泥頭車啦，個位置就比較難判斷究竟係外定內。咁然後之後嘅車咧，其實都冇打燈，所以我都 assume 佢哋直去。咁而白色車咁佢就貼住喺迴旋處嘅比較入邊嘅方向啦，咁所以我都唔夠膽出去。咁一路都有車嚟緊，我哋就出唔到去。其實最重要都係耐心等候嘅啫。咁深藍色車之後啦，留意下，其實後邊係冇車，除咗淺藍色車。淺藍色車嗰個位置相對比較遠，咁其實我哋個距離上應該係足夠時間可以出到去嘅。接落嚟啦，我哋講下迴旋處通常常犯嘅錯誤啦。有機會視乎個情況而定啦，有陣時會扣分啦，有陣時可能有機會個考官會判定為一個嚴重錯啦。咁第一個最 common 嘅情況就係你令到其他道路使用者剎車，你影響咗其他道路使用者，即係咩意思呢？可能喺個迴旋處，咁你見到右手邊有架車嚟緊，然後嗰度係一個 gap， 然後你出咗去，咁但係你一出去嗰下，令到後邊架車剎咗車或者減咗速，咁或者甚至佢可能避開咗個隔離線嘅，咁而你影響到佢嘅話，呢啲通常咧都好大機會佢會判定為一個嚴重錯。咁你要記住啦，唔係撞車先叫危險嘅，有陣時我哋影響到人哋個速度，令到佢避開你，其實呢啲就已經係一個嚴重錯嚟㗎啦。好啦，第二就係你判斷嘅錯誤啦。可能你喺個迴旋處等緊嘅時候，你見到咧右手邊有架車打左燈，佢準備，你以為佢準備離開，咁你就出咗去啦。點不知大家就可能你剎咗車或者令到佢剎咗車啦。咁點解你會有呢個咁嘅錯誤嘅判斷呢？咁好可能係其他道路使用者嘅問題啦。佢俾咗一個錯誤嘅信息你，佢打咗燈，俾咗個錯誤嘅信息你。但係你要謹記就係我哋唔可以單靠單一嘅資訊，然後判斷出唔出得。好啦，咁第三啦就係有一個安全嘅 gap，但係你冇去到啦。咁呢啲就我哋成日聽啦，就叫 hesitation 啦。有陣時考試就係咁啦，太驚啦！我去到迴旋處度好多車，咁唔知道望咩嘅時候，見到有車就停，咁所以明明有空位有機會嘅時候，你冇去到嘅，咁呢啲就係變成 hesitation 咯。咁而第四啦，就係入錯 link，然後強行 cut 咗線去其他地方。例如我哋咧本身去迴旋處第2個出口嘅，咁你揀邊條 link 咧？左 link 啊嘛，係咪？你揀咗左 link，原本諗住直去第2個迴旋處第2個出口喎，點不知你一路兜去右手邊第3個出口喎。大家可以留意啦，其實如果真係萬一行錯路嘅話，最緊要冷靜嘅啫。如果考官叫你去第3個出口，但係你已經揀咗左 link啦，咁你去第2個出口嘅話，正常考官都未必會扣你分嘅。OK， 但係如果你強行 cut 線去第3個出口嘅話，其實呢個就好大機會係一個嚴重嘅錯誤嚟嘅。所以謹記，其實行錯路最緊要冷靜，唔好亂咁 cut 線就得㗎啦。咁而第5啦，就係冇做好一個 link discipline 啦。就以啱啱個情況為例，如果你揀咗左 link，我哋去第2個出口係咪？咁你應該用外圈定內圈啊？應該外圈。咁但係你一出去嘅時間咧，你可能外圈同內圈你都踩住咗喎，咁影響咗後邊嘅準備轉右嘅車輛啦。咁呢度就可能有機會扣分啦。再嚴重啲嘅話，有機會因為咁就係一個嚴重錯。嗱，咁呢度啦就係5個比較 common 喺迴旋處會發生嘅錯誤。咁希望今集嘅內容幫到大家。如果覺得內容資訊係實用嘅話，希望你哋繼續 follow 同埋 subscribe， 俾個 like 我哋，多謝晒。記得 follow 我哋啊！我哋每一集都會有更多英國學車考車嘅實用資訊。